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停通的时间呢。我是阿快先生，今日要教大家芭蕾舞的纯产运动哦。好，准备嘅各个嘅凳呢哦，坐下来，田先生来做运动的哦。来跳起，数，打开来，向前面，打开，数。你打开，数三，打开，数四，打开，数那脚拿空来，拿个个一时，不用下来。好，腰背哦，1，打开，数，屈下去，高度一时，脚一出数，3，打开，数，4，打开，数，脚拿空来高高一时。下去，外片1，屈下去，关，打开来，顺刺2，关起来，打开来，顺刺3，屈下去，打开来，顺刺4，关起来，打开来。层次，4，兄弟杯打开，屈下去，画一只太阳，4，无相同的哦脚前面、旁边、腰背、数前面、扁顺。腰背，数3，扁顺，腰背，数4，扁顺，腰背，数脚个个一时不用下来。弯片腰背腰背，扁顺前面，数腰背，扁顺前面，数腰背，扁顺前面，数4前面，数。脚个个一时拿空来下去落背屈前面屈数2前面屈数3前面4，屈4，前面4，屈脚拿空来高下，不用下来左片腰，左片。数，打开，腰背，打开，数3，腰背3，数4，腰背3，数第8脚拿空来，个个意思
两扎树标，大葵标下。好，今家天天欣赏翻篇错歌。and 树大葵 and 前面右片树你树三大葵树四大葵树九那风雷个个意思 and 变下来弯腰背身后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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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脚拿风来个个意思 and 下 and 右片转大颗来 and 大颗来三大颗来四大颗来 and 四眼神 and 大块 and 苦下去 and 树 and 前面苦大块树 and 前面大块树三大块树四大块树九个个意思 and 下去腰背苦扁顺树苦扁顺树三大块树四大块树九那个 and 下去 and 右片苦管通来大块来伸出听一摆苦大块来伸出三大块来伸出 and 四管通来大块来伸出 and 兄弟杯 and 苦哦，有没有相同的哦？前面一腰背树二腰背树三腰背树四腰背树 and 九拿风来 and 下去腰背一前面树二前面树三前面树四前面树九拿风来 and 下去外片前面外片树二 and 树三前面大块树四前面大块树第八个脚拿风来两扎树标
等一下题啊，会记得跳起哦。好，and 下，更加田田先生会做最美的动作哦，做数、有数。跳前的动作都学会冇？接下来，田田先生学新的动作哦。好，而家田田先生来做运动哦。来数，不用给点点档哦。and 前面到后背数，你后背数3。后背数4，后背数头前 ，and 数后背1，头前数2，头前数3，头前数4。头前数后背伸出数打开来，还冇相同哦。再重一次1数2数3后背4。后背加数前面 ，and 数，然后后背苦过重一些，前面 ，and 前面后背前面 C 前面加数。后 and 数后 and 脚 and 前面 and 数下来开下 and 腳高左片數下來開下 and 數後背數 and 下開下 and U and 打開 and 蹲 and 數那個 and 下來向前彎那個 and 打開來好從後背開始咯 and 腳 and 後背數下來 and 數左片數下來那個前面數下來再來數打開 and 點 and 數那個 and 下來向前面 and 切打開前面個1 2 3 4 and 1 2 3 4 and 1 2 3 4
向前，主哪个？打开来，后背开始，1、2、3、4、1、2、3、4、1、2、3、4，向前，哪个？底背脚向后背下去，哪个？向后背竖，延伸 ，and 大腿走偏，弯 ，and 竖。用炸树扶个凳呢，左脚后背拿放落，左树用在前面，点一下，好用，请好哦，大家天天欣赏，短片做哦，开始数，打开。1到后背，2到后背，3、4，加速脚前面，数过来，后背开始，1前面，2前面。3前面，4前面，加速 ，and 数 ，and 前面，高度一起，右背数，前面，右背数，3右背数。4右背数 and 右背 and 数后脚前面数 and 开下 and 数右片数开下。脚右背数开下数打开数开下 and 数哪个前面 and 哪个 and 打开张一百数前面数开下数右片数开下数右背数开下数右片数开下 and 向前 and 打开过来哦，前面右片右背数 and 前面右片右背5高度一起前面身后右背鼓高度一起前面身后右背鼓 and 前面 and 数哪个过来后背身后
前面，竖，腰背，右片，前面，腰背，身后，前面，竖，竖那个 ，and 前弯，右，切，打开来 ，and 鼓下去 ，and 上一摆鼓下去 ，and 底背脚，眼神向后背 ，and go。腰背，眼神 ，and 竖，右片，胸底肚，板 ，and 竖，转两扎竖，并个点点风，右脚向腰背拿风落，右手并前面，做这个人两扎竖并下。会定好哦。好，树柄下来 ，and 跪。好，更加天天欣赏做水面的动作个，来做树，跳起，右手，两扎树。跳起，根本的动作唔多好背么？记得明日一天的欣赏运动一下，让个身体同精神就会变加够好哦。停，改天下摆见，拜拜。